台北市议员李芳如议员连前追议，花莲县议员赖国祥的议员前准备献花。鞠躬，再鞠躬。天气代表一同前9位兄弟大饭店代表前准备献花。鞠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这个追思的这个默哀仪式。其实刚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第一个时间还是不相信王光辉对我来讲是影响蛮大的一位大哥。从小时候开始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个棒球，也是受到他的影响最多。其实我已经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离开棒球界，也离开了学校。那个时候，我那个贵人王光辉就跳出来，让我继续去求学，然后也从这个机会当中把我拉到这个北部，就是龙工队，让我加入了这个棒球队，才有这个一路走来能够那么继续朝我这个棒球生涯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继续迈进。进入到名校之后呢，王光辉的学长的一个角色对我来讲是扮演的相当重要，因为那时候这个学长学弟制是非常严格那要求比较高。可是因为有我老大王光辉在那边，所以说比较不会受到其他学长的这个就是照顾了这个可能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能够在王光辉的这个照顾之下能够可以在那种环境当中能够很健健康康的能够完成那个学业。在球场上呢，其实你看他是非常的一个乐观开朗，就想说在球场上练习都非常就是很轻松浪漫的，其实不是他在私底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要求自己的一个选手。其实他以他的一个球技，以他的资质的话，应该就是在大概国小、国中或者升高中的时候都有机会能够当选国手。可是就是老天就是要去磨练他，他高3的时候才当上第1次的一个国家队的国手。其实在这个之前，付出多少的努力，应该是没有人会知道就是那我们就会比较倒霉一点啦，因为在他要去努力去付出去打拼的时候，大概就陪他练习的大概就是我们2个小老弟你不要被他的一个外表所蒙骗到其实他是一个很努力的选手包括在加入职棒之后，也是成为这个明星级的球员，也是算兄弟象的应该是看板人物了万人迷的这个称号，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当然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跟球迷能够很贴近，跟球迷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球迷朋友对他有一个就有好感。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特质啦，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在他球场上的那种成绩啦。有这样万人迷的称号，就是在关键时刻他就是有一个适时发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当然很自然而然就是很多球迷就会他每次在有机会帮助球队胜利的时候就会对他有期待，那一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效果之后，那种感觉就非常的迷人所以说才有这个万人迷的这个称号。再来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兄弟之间都会有互相较劲的时候不单单是我，包括王冠希在比赛场上哪里不好或是态度不好的时候这个老大哥是蛮严肃的他不会跟你嘻嘻哈哈的在垒包上跟你开玩笑他直接会指点你
或者是直接去提醒你，或者是去教育你。有时候我在低潮的时候，他也是告诉我说：“你跟之前的一个打击动作有一些什么可能有一些动作上比较不一样哦，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哦？或者是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坦白说跟兄弟象对战的时候，他还会去泄露投手的整个一个秘密啊，我就觉得那时候也蛮有趣的。这个是我们在球场上的一个互动，这个互动现在回想起来是很甜蜜了，也很难过了。